由中國全雅澳門藝術學會主辦的創新與傳承葉子辰與中國全雅澳門藝術學會音樂會，本月18日在陸軍俱樂部舉行。被譽為新生代中國肖邦的著名鋼琴家葉子辰，聯同學會主席兼藝術總監唐嘉敏及本澳4大高校音樂精英組成的聯合小樂團，演繹多首中西經典與現代改編樂章。唐嘉敏表示，學會將逐深化與大灣區及國際藝術機構合作，為本地青少年搭建更廣闊平台，培育優秀藝術人才，讓典雅之音於蓮花寶地綿延流傳。音樂會上半場由唐嘉敏率領澳大、澳科大、理工大及成大音樂學子協奏，下半場由葉子辰獨奏肖邦及中國經典作品，盡顯大師風範。最後與唐嘉敏共同演奏，曲目涵蓋多首由唐嘉敏改編之中外樂章，傳統根基與現代靈感碰撞交融，體現創新與傳承一體兩面。同場舉行未來音樂家授榮儀式，本地音樂新星龐思成及曹樂謙獲授予該榮譽稱號。